金桥。有一日，阿母接到阿嬷的批，批内底讲，阿嬷非常想念阿母，望阿母会当转厝大几日啊。因为阿嬷已经8年久无看到阿母啦。阿母决定带我甲阿姑做伙去。阿母讲，咱故乡的风景真水，水真甜，阿嬷真温柔。我甲阿姑听了真欢喜。阮足足坐一日的火车，经过的所在有关山，有田园，有溪水。火车到阿母的故乡，阿舅来火车头接阮。阿舅甲阮讲，阿嬷伫厝里底刣鸡、炖肉，准备要甲阮2个毋捌见着面的孙仔大请一顿。对火车头去到阿嬷兜，爱行1站路。阮行过田花、大桥甲小山坪。阿嬷徛伫门口伫等阮，伊揽阿哥，也搁揽我，欢喜甲哪笑哪吼。食暗顿了后，阿嬷叫阮较早起困咧，伊要甲阿母讲话。过日早起，阿舅带阮出去看风景。溪顶有一座桥，我特别喜意。桥头有刻金桥2字。我问阿舅，这座桥是毋是用金仔做的？阿舅甲阮讲，是用石头做的。阿哥搁再问，那安尼是安怎叫做金桥？阿舅讲，这有一段故事咧。阮就拜托阿舅讲互阮听。阮真爱知影是安怎这座桥叫做金桥。阿舅就叫阿母讲互阮听。阿母讲，20多年前，这是一个交通无利便的田庄，有一个细汉囡仔，伊的名号做阿金，才6岁，甲伊的阿爸、阿母、阿姐做伙大。这个田庄甲外口的来往拢爱靠一个细细的破古旧的房仔桥。这个田庄有8个囡仔伫顶庄的小学底读册，逐日爱经过这个细细的房仔桥。阿金逐日拢去桥顶送8个阿哥去学校。日头要落山，阿金就搁再去桥顶，伊要等8个阿哥放学转来，看到因拢行过桥，才要离开遐。冬天的日头较早落山，阿哥因放学转来的时阵，天拢暗啦，庄脚所在阁无电火，四界拢暗蒙蒙。阿金伫冬天真少去接阿哥因，拢嘛留蹛厝内甲阿姐认字，因为过年伊也应该去读册啦。有一个冬天的下晡，天气真好，阿金去桥头佚佗，看到阿星姐仔拖一台车，载真济货转来。阿星姐仔的车伤重，房仔桥伤旧，车行过桥顶恁拢叫，桥的房仔线架底歹，桥的中央线破一大空。阿星姐仔就大声骂讲，桥破甲安尼也无人要修理。阿星姐仔骂了，车拖咧就去。阿金煞心神坐蹛桥头，伊在想，阿星姐仔骂别人无要修理桥，伊家己安怎也无要修理。阿金行到破空边，往下骹看，看到溪水流着真紧，若准阿哥因转来，无细字跋落去，就真危险。要安怎才好？阿金就想讲无来修理桥袂使得。阿金去田里想要找房仔来修理桥，毋过田里只有草仔甲土山。阿金阁行对树林内去找房仔，但是遐只有搭树枝甲浮袂振动的柴箍。阿金无法度，只好阁转来桥头。这个时阵天渐渐底暗，阿金听到桥迄边远远有人在唱歌。阿金知影是阿哥因在要过桥来啦，就往桥迄头大声嚷：是阿德哥仔是无？是阿肥哥仔是无？
桥的中央有一个破空，较细字咧。我较正手边行哦。阿德甲阿肥过桥了后，甲阿金说多谢，就走转去厝里。阿金还伫等另外6个阿哥，等一大久啊，阿金阁听到声，伊就阁嚷是阿东、阿三、阿亮、阿明甲阿峰5个阿哥是无？过桥的时爱较细字咧，中央有破空，我较正手边行哦。即马已经有7个阿哥过桥，只有阿公哥仔还袂来。阿金着阁等阿公哥仔，阿金阁等真久，还无看到阿公哥仔的影。即个时阵，风哪透哪大，阿金也寒也枵也惊，真想要转去厝里。阿金在想，即个时阵厝内是遐尼温暖。阿母炒的菜是遐尼好食，阿姐也一定伫门口伫等伊。阿金阁想，若准伊即马转去厝里，阿公哥仔拄好转来。过桥的时阵无细字搬落去，看要安怎才好。阿金忽然想到阿公哥仔遮尼暗还袂转来，一定是阁去顶庄阿姑的厝。阿金感觉哪来哪寒。身躯皮皮喘，伊感觉哪来哪枵，腹肚咕咕叫。阿金也哪来哪爱困，真想要倒带涂骹。伊对桥顶落来，要走转去厝里，头壳煞感觉戆戆。伫要到厝的时阵，伊听到阿爸、阿母甲阿姐伫叫伊。阿金应讲：“我转来啦。”就倒落去涂骹。伊就安尼破病。阿金破病一站，但是伊救了7个阿哥的代志，逐个人拢知影。庄里的大地主也知影，大地主感觉真见笑。伊讲伊虽然有钱有田园，还久毋达到即个细汉囡仔遐有疼心，所以决定摕一笔钱出来做一座坚固的石桥。即座桥就是用阿金的名号的，所以叫做金桥。阿母讲金桥的故事了后，阮拢真感动。阿哥讲，阮爱甲阿金熟识，请阿母甲阮介绍。阿母煞底笑，只阿舅讲，阿金就是恁阿舅啦。阮拢无想到，毋过真欢喜，阮有一个遮尼好的阿舅。阮伫阿嬷兜住几啊日，佚佗了真心色。要转去的时，阿嬷真毋甘阮离开，伊送阮到金桥。阮伫金桥翕一张相，内面有阿嬷、阿母、阿舅、阿哥，甲我。